配偶齐春英涉嫌配合中国介入选举，讲会当影响其他中国配偶，甲国内政党讨不分区立委席次，检方甲起诉法院裁定继续羁押禁见。中东战争影响到石化原料也大起，连塑胶袋也起价，店家叫人客炸环保袋啊，也若政府是呼吁中盘唔通囤，说来会起炸。台北市仁爱路四段有一个查甫人用乌白钢弄，警方抓到人煞辩解讲，因为不安各路人拢压头看手机啊，才无买牛肉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夜新闻，我是嘉豪。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和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的齐春英等人，去互检方指控讲涉嫌长期以来配合中国，收集咱台湾国内政治情报，而且介入台湾选举，佮替人徛台，讲会当影响到中国配偶来当作条件，甲咱国内政党讨这不分区立委的席次。新北地检署依照反渗透法定罪来甲起诉，一审开庭了后，法院是裁定继续羁押禁见。慢慢行入警备车，对我同头前的是齐春英，在去互一审法院经过开庭审理了后，互裁定继续关押禁见。徐小姐会后悔吗？会觉得委屈吗？江苏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的伊互检方指控，嘉中华两华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张金明这人涉嫌受中共的指使造选，伫民国111年的台北市长选举，也过113年的总统大选，替郭文铁甲黄珊珊徛台，涉犯反渗透法这的罪嫌来起诉，被检察将当来量刑。不会说老公给我们钱啊什么的，这个该讲的我就讲，检察官要起诉，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那就只能够到法院讲了啊。检方起诉2个人，受中共民政部甲民叫上海市委组委会官员指示，毋若协助助选，更加向中共表示忠诚，涉嫌长期配合收集国内政情，监控举报中配伫台湾的言论，就此得到统战的红利。检方进一步指控因讲有动员中配能力，向国内政党讨讲要伫无分区立委的席次。任何一个国人同胞，他在他的司法权益应该我们要予以保障哈。在没有确定判决之前，应该都是以无罪推定的这一个基础来断定哈。齐春英捌做过民众党新住民委员会主委，也捌互党内提名列做无分区立委，均互检方起诉，也互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起诉内容是政治的语言，毋是法律的语言。强调齐春英当时是伫真侪人的初选中选出来，莫互司法变做执政党抹红抹乌在野党的政治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仁爱乡进前的乡长吴文忠任内涉嫌摕工程的后车，经过几多年的一个调查呢，最后法院是甲伊判刑18年6个月。本地是顶个月爱入去封关，一查才发现讲，伊2023年时阵就弃保监督啊，检方声称甲这保证金不收，也对伊发布通缉。损失灾害现场和民众互动，南投县前仁爱乡长吴文忠，甲承担工程的厂商收乌钱，互法院重判18年半。本地应该顶个月发假执行，但是人早就已经离境。检方认定弃保监督，声称不收保证金，而且发布通缉。当地民众听到错一个，当然会很压抑啊，想说应该没有什么事吧，怎么会需要跑掉我？在当乡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还有看过了，出事之后可能就没有再看过。他在部落都蛮好的啦。吴文忠2018年当选仁爱乡长，检警调查发现讲，伊利用工程的机会，向着标厂商收5%到15%的空米上红起诉。2021年1审的期间，以100万交保。2023年2月，伊对汤机场出境。2024年3审驳回上诉，判刑确定。上中检执行发现早就已经监督发布通缉。今年3月，还有其他特效法会判决确定案件并案来通缉，但伊早就让讲。被告吴文忠系于台中高分院判决后，最高法院判决前之112年2月1日，从桃园机场出境。被告吴文忠出境时，当时尚未送本署分案执行。吴文忠原定2月20日发假，甲大陆也未到。检方解释讲，伊是伫判决确定进前就监督出境，行踪不明，明显是要闪刑责。除了没收伊的保证金，卖专面对查吴文忠到底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条，同款是假钱的这中油的炼制事业部进前的这厅长痴汉涉嫌假钱2000多万，被判刑25年。伫咧一审宣判进前呢，伊就甲这电子卡扣检互当人就逃亡。检警追查了后，发现讲含伊呢涉嫌协助伊逃亡这涉案的查甫人，因是做伙闯伫咧台东的太麻里，昨暗已经掠着人咯。啊，那法院在今仔日甲这痴汉羁押禁见。前乌山的查甫人，互警方对车顶抓落来，涉嫌贪污2160万的前中油炼制事业部执行长痴汉，19一审宣判前4天破坏这电子监控的设备了后走路。警方20时暗头伫台东太麻里找到伊，甲协助伊走路，共犯4名的查甫人，甲2个人抓起来。下车的时候就在那个现场，他自行破坏，没有别人参与。道路往那个桥下丢。那个桥，那个河床是干枯的。我们去看过监视器。3月21日下午，在屏东县万峦乡潮州大桥旁合体寻回遭丢弃的电子脚镣，还有手机各1只。楠梓分局在派员在3月24日晚间到台东县太麻里乡某农庄追缉徐某到案。歹去的电子监控设备装伫个证物袋仔内底，警方讲，痴汉进前就另外一个4人的女性朋友陪同，坐摆到屏东去看这走路路线。伊19对徛街南马溪坐公车到左营，佮转盘迄车到潮州，煞来佮坐客运车到万峦。甲电子卡款讲派了后，由4人的查甫人驶宽离车去接应，一路走到台东一个农庄，中途一直换车要坐坐饭店。他是前几天入住的，透过我们的朋友说，他需要是来山上休养身体，好像身体状况很差，这样子进来3-4天，对，3-4天。我们其实是没有对外营业的，我们想说他可能是需要帮助的。塑胶袋内底放痴汉甲4人的查甫人衫裤，经过了解，共犯4人的查甫人，因为假释伤害甲早起，互判刑6个月，相关是同一种。检警所判2个人可能因素合作走路，4人的查甫人互掠着了后，即阵已经发监执行。到3天看路线，4人的查甫人是伫20就互收押，正伫调查是毋是有其他共犯。痴汉是25透早归押禁见核准，并且全面禁止通信甲收受书籍这物件，也袂使看报纸、电视，也是听广播。执行上界严格禁见无得通信。记者综合报道。捷克的参议长韦德济6年前捌来访问台湾，也暗算讲在今年6月初，美国才会带团来台湾访问。不过，捷克媒体指出讲，迄段时间捷克总理可能会去访问中国，时间会来顶塔。那早起呢，行政院长杜英台接见日本台湾亲善协会访问团，院长致辞的时阵特别感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武力威胁的立场。Wash Taiwan Jen Taiwan。第一日欢迎讲花旗全场的日卫拢徛起来拍扑架，捷克参议长韦德济2020访问台湾时阵的演说，大家学到解答字，让了6冬，传出韦德济佮计划要来到台湾，时间可能伫咧6月初。I think in times of growing and rising geopolitical risks, democratic countries like Czechia and Taiwan should really cooperate, support each other. 不过，捷克的媒体报道，捷克的总理巴比斯当咧考虑要访问中国，时间可能是甲韦德济访问台湾的时间同款，嘛增加外交布局的无确定性。目前捷克政府想要扩大他们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关系，那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捷克跟台湾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受到任何的破坏。Vizchil 要来台湾，这就是非常清楚的证明捷克跟台湾的关系维持稳定。深化伙伴关系，行政院长邓凯接见日本台湾亲善协会访问团，致辞的时阵嘛特别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真侪重要的场合讲到台海和平稳定、反对武力威胁等等，表达感谢。希望台日双方未来的经贸合作交流能够更为热烈，而且我们在体育交流方面也非常有成就。这一次我们都没有能够在 WBC 达到很好的成绩，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再向世界体坛进军。本来でありますと WBC におきましては引き分けが一番良かったんでありますがしっかりとですね観戦されたことを国民よく注目しておりました。
卫丁会长嘛进一步表示，即马国际局势充满无确定性，台湾伫咧自由、人权也个法治方面的表现，国际拢正肯定。伊嘛继续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也个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等的国际组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华东防卫指挥部今透早呢，伫咧台东的太麻里进行火炮实弹射击演练，佮用这独一的装甲车当作是射击目标。另外有风声讲呢，有这美方人员来到现场观察。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这台美之间密切交流，细节是无多评论。另外，副总统萧美琴接受邀请，伫美国七国论坛发表录影谈话，强调台美是国防产业的同伴关系。4台 M60A3 战车开入太麻启程，向加上敌军伫海部顶的战车发射火炮，将准打击画面真震撼。命中目标。这摆操演为了增加实战化关速，特别将主要的战车作为射击目标，模拟想要定着敌人，那互官兵体验瞄准实车甲传统标靶无同，也感受击着了后造成敌军损伤的真实感。难伫会当近距离看到战车发挥的强大火力，受邀参观的民众看甲神。亲临现场，所以比较有震撼感，这样。我觉得训练非常的精实。国军华东防卫指挥部伫台东太麻里海部实施115年，正期操演实弹射击演训，甲105-155榴炮战车、装甲迫炮车甲机枪，数十种重型武器车辆，变成密集火力进行演训，验证官兵为占领阵地到空中参地面协同作战的能力。不过，传出现场有美国军官在场观察，和台美军事合作的空间更加引起关注。炮演是属于我们逐步在推动这个实战化训练的目标的。那至于相关有美方的人员在场与否，台美之间一直在有进行紧密的交流。中华自我防卫论胜副总统萧美琴受美国国务次卿海伯格邀请，以录影方式出现，伫美国国会山庄甲十国论坛发表谈话，聚焦台美国防产业伙伴关系。Our defense spending continues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with a strategic focus on asymmetric systems, autonomous platforms, sustainment, and resilience. We are accelerating force training and civil defense preparedness. 萧美琴表示，美国国防授权法新增条款支持双方共同开发无人机、甲管制无人机系统的能力，代表台美已经为传统的美美关系转为真正的国防产业伙伴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针对军购特别条例特调审议，虽然总统赖清德是国在呼吁在野，爱支持行政院版本的草案，不过伫咧委员会一开始就卡掉的，敢若条例名称含第一条法案就一人一款意见，最后是条文保留之后再过来协商。另外一方面呢，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质疑，目前有19项军购拢无送到会，这国防部长郭立雄也解释讲，真侪项拢是后尾才增加，所以这时间会做调整。我们就没有限缩在对美军事的采购。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强化我们不对称战力，我们的目的不是对美。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行政院版本、国民党版本甲民众党的版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25逐条来审查，不过公示草案的标题，条页就开始对徛。在行政院版本的提案里面，那除了有关于这个台湾委制跟商购之外，那请问一下，在这个条文里面哪一条是要向其他国家购买的？又是什么国家？我没有办法回答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机密战报已经做过回答。如果说当时没有参与的人，对，那你有参与你就应该知道，那你明知故问。国防安全研究院上新民调显示，针对感受认同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有59%，要6成的民众认同。对军购特别预算的态度，支持的比例有到62%，无支持的22%。总统赖清德嘛，搁一届甲立法院发声，支持无拍折的行政院版本。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是依照整体建军需求所做的规划，不只是装备的筹获，更是整体作战能力的建构。不过，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提出质疑，除了国防部讲的3项军售延前以外，其实还佫包括刺针飞弹、汽车飞弹等等真侪项目。F16、MK48跟 AGM-154以外的其他部分，我们说都是属于增购的部分。那因为有增购，就因此就其程呢就有所调整。那在这个部分上面，事实上有很多也已经在
交运，或者是已经交运完毕。郭立雄强调讲，针对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嘛不了着急，也若延前交回部分，美国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加速推动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事实上，有真侪人行路拢无伫咧看路，就算你有正义感，毋过方法也是用毋对啊。来看这台北市有民众讲咧，行伫咧仁爱路4段的巷仔内面呢，拢会互共一个查甫人弄，而且伊是身躯挖过去，弄甲真大力。警方调查了后，讲这个25岁查甫人，伊是辩解讲，因为不满过路人行路的时阵头伫遐背手机啊，就故意无要闪开，安尼甲弄落去。目前报案的民众也当咧考虑讲，敢要甲告。我就跟着他，又撞另外一个女生。警方接到报案，赶紧到现场来处理。受害人对警方来说明经过经过。女子上班途中走在东区的这条巷子，控诉被人恶意撞击，就像日本的蓄意撞人事件，甚至受害人不止一位。蛮危险的，因为这应该有点随机，而且也不晓得他的心态是什么。在想现在人是不是压力蛮大的，然后可能发泄一下就是撞路人。其实我是有小孩，就也会担忧说会不会他也会攻击小孩。原来报案的人讲，连续这几天，伊甲其他同事行伫仁爱路4段的巷仔，半路拢互共一个查甫人形容大力甲弄落去。而午早起8点外，伫路的发现这个查甫人，有时随冲去甲伊理论，可是反倒转互对方踢一个，伊随去报警察。孙姓民众报案，指称有一名男子于仁爱路4段巷弄内多次刻意以身体冲撞行人。孙姓女子表示将考虑提出告诉。涉案的25岁姓齐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不满过路人哪行路哪看手机啊，所以我超工牌闪开，才当场弄着。也毋过报案的人讲，安尼弄着真大力，会甲人的手机啊弄落去，甚至可能互人直接倒伫涂骹。报案的人就算才伫考虑是不是要告伊。故意在路上冲撞行人，导致行人跌倒或是手机喷飞，可能已经涉及了刑法的伤害罪或是毁损罪。如果在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发生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逮捕这个行为人。若是行伫个路的，互人挑工弄甲受伤，律师建议应伫警方到场进前，当场甲涉案人抓来，互后壁提告追究责任时，互侦查机关相关程序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狗仔若准备饲，就爱甲伊管教好好势。来看中华鼻头呢，有一个76岁阿嬷，互狗仔咬甲规身躯超过200个空嘴，目前人还佫住院治疗当中。警方调查发现，这3只狗仔介像是附近饲鸡场饲的一个狗仔，已经呢，互这个主人呢，已经互依照着这伤害罪嫌送地检署侦办啦。护理师甲医师斟酌咧替病人检查清理空喙。中华鼻头进前发生一位76岁姓陈的阿嬷，互狗仔肉佮咬着伤的事件，规身躯超过200个空喙，伤势严重。目前已经进行4界清创手术，人也佫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空喙内底是无佮看到有人啊啦，不过就是因为伊本来一开始空喙就深啊，迄有诶沙啊、垃圾物件拢掉咧，要挖骨头诶所在啊。伊安尼要到200外个空喙吼，差不多10外空喙，目前还佫咧发放啦。啊，这空喙就是洗洗清清诶安尼，若真正较好时阵，才会法度甲填起来。经过警方调查，调阅相关监视器，这3只咬人的狗仔，若像是附近饲鸡场饲的。除了阿嬷骑铁马互狗仔攻击，嘛有一位骑机车的少年仔，互这3只狗仔咬着伤。这2位受害者甲家属已经完成笔录，专案依照过失伤害罪嫌侦办。有关本辖妇人遭狗咬伤一案，经本分局调查完毕，全案依过失伤害罪嫌函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民众若饲狗仔，一定爱确实看锁啊，避免发生狗仔虐人、咬人的意外。若因为管理有过失造成伤害，除了会有民事赔偿，嘛可能会涉及刑事责任。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屏东李港的果菜市场半暝就火烧火势正猛，也有爆炸的声音。加在是无人受伤，透早5点半火才拍花。这180平的市场呢是放烧了了，但那边仔5间店面也受到牵连，逃火原因佫需要调查。暗时10点外，大片的乌烟掺爆炸的声音，让人感觉惊吓。
原来是李港李中路的果菜市场发生火烧，因为店头拢咧休困啊，第一时间无人拍火，火势就随大起来。消防人员接到通报，派14台消防车、29个人救火，大约1点钟火势控制，想袂到火烧对市场边仔的店面传去，消防人员赶紧把水线刷过。联络袂到店头，消防就用机仔甲门破坏，对厝顶灌水，赶来头家嘛甲水桶搬出来。火势到透早5点半才控制，无人受伤。不过有3间店面较严重，厝顶烧到剩铁架啊，边口实在厨房拢烧到乌烧烧，暂时无法度做生意。它的火从后面引发进来的，然后在我们的后面，然后烧那个火烧，然后就开始飙，高级的生鱼片。他昨天进来而已，然后后来在里面没有发现那个。因为我有在场嘛，我就看上去那个排风口风扇子上面，怎么都火，我说快点烧起来了。他们在里面，然后又烧起来了。5时30分，场火处理完毕。火警现场为果菜市场交易地点，现场无人居住，无人受伤。店头表示，因为果菜交易场放纸板含袂少杂物啊，应该是对遐烧起来。店面含市场烧黏，才炭烧到头前的店面。初步估算，市场大约烧180平的范围。火调人员早起嘛到现场调查市场详细的起火原因。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这中东战火也影响到石化原料供应链，塑胶原料价格也随来抢悬。这塑胶袋啊呢，塑胶 PVC 水管成本是起2成到3成。民众买无这塑胶盒啊，连这水果店也大过事。讲若准备买水果呢，就得爱家己炸袋啊内底。经济部产发署表示讲，已经含这石化大厂协调，暂停对外输出大型供应咱国内，也强调讲，这中盘若准故意囤货，会去欺诈。去到国内连锁五金零售通路上的门市，五金通路内面常看到的 PVC 水管、国民生用品塑胶盒啊，即马都要好运才买得到，因为中东战事影响石化原料的供给，塑胶相关制品是出现抢货潮，业者讲进货成本早就大起。近期进货成本也有所调涨，那整体涨幅大概落到20%到30%。那目前厂商因为价格幅度太高，有些厂商已经无法出货。五金零售通路业者讲，这波塑胶原料起价，防冲击的用品是包括塑胶管、建筑材料和汽车零件，拢面对起价压力。另外一间国内的连锁五金生活百货店，在塑胶制品区，平常时就真侪人买塑胶盒的size，大多数拢红烧了，有数讲嘛一堆人在抢。在未来呢，整体成本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将是市场的状况跟市场成本的变动，然后在相关的商品价格上做同步的调整。这波塑胶盒的抢购潮，唔那是民众无好买，嘛冲击到水果行的业者。因为人客来买水果，拢爱用塑胶盒内底，但是业者嘛讲，塑胶盒唔那是欠货，计上嘛起啊，因只好在门口大海报，呼吁顾客家己准备环保盒啊，还是中好使用塑胶盒啊。厂商就是有通知我们大家说，如果那个塑胶袋大家能叫就先叫起来，后面叫货不方便。等那个时候就大概有涨25%了，不到1个礼拜又再叫货，又再小涨一点。针对石化原料的供应，经济部讲，目前石化原料的大厂已经暂时停止输出，会优先供应国内有含订油的厂商联络，会供应，但是量可能较少一寡。若是有下游的业者提无原料，因会斗协调。我们发现有一些比较中盘的这些经销商，有一点点在心态上面有点延缓出货，或者是在做囤货的现象。我们要在此呼吁。上游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好，虽然价格上涨，但是大家不要有预期的这个心理，这样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经济部产发署表示讲，希望大家莫有误解心理，不会造成市场的特殊规的乱气。若是有违法囤货的情形，经济部嘛会来做查处。记者综合报道。美伊起冲突，这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却引起石油气关价。南韩、日本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机制，包含调节原油的库存，也呼吁民众会当省能源。政府的部分呢是带头限制公务车的使用。那讲到咱台湾方面呢，这行政院长杜英泰也表示，已经减少这公务车的使用量咯。国防部也等咧规划照办。从我本身做起，我们所有对外
的车辆出入的时候要尽量的精简，那我们已经开始在做了。营养中断情势，造成能源供应中断继续起。行政院比较邻近国家韩国限制公务车的使用来制定，国防部也透露，当咧规划执行，调查留意表示乐见。公部门先行，我们也希望国人大家也一起来因应这个险峻的中东战事的不可预测性。少开车嘛，就少用油，这方向是正确的吧？行政院应该呼吁全民尽量多使用公共的运输工具。那台湾各国也努力咧稳定能源供应，甲物价。日本政府宣布，为日落开始，释放总量大约5300万桶的国家石油储备，加油价补贴。为着响应这令，日本业界甚至建议政府鼓励远距办公，加提悬公共交通使用率，呼吁会当就高速公路速限下调10公里，以减少燃油消磨。韩国方面，除了限缩公务机关的公务车使用，也启动主管性质的全面责任行动，呼吁民众缩短南市区的时间，低长出门尽量骑脚踏车，下班关电脑等10项措施。 비단 에너지만이 아닙니다. 배달 용기부터 의료 도구까지 우리 일상에 석유 화학 제품이 쓰이지 않는 곳이 없기 때문에 언제 어디서 어떤 문제가 벌어질지 예측하기가 어려운 상황입니다. 민생과 경제산업 전반에 발생할지 모를 중대한 위기에 대처하기 위해서 정부 차원의 비상 대응 체계를 선제적으로 가동해야겠습니다. 都惊中东战事走向长期化，韩国政府除了伫青瓦台设立紧急经济总方式，另外也设立紧急经济本部，由总理金敏秀担任本部长，为物价金融稳定到海外管理，整合各部会集中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胜和伊朗先停战一个月，带动美国的股市收红，亚洲股市也大起，台股早起呢反弹上千点，最后收伫咧33439点，起826点。那台积电呢是收伫咧1845块，起35块。不过因为这国际油价有落，这油气类股也对咧落。财政部长曾水文就表示，若准市场有波动，会讨论讲这个安基金敢要进场护盘。 受到美国甲伊朗有机会讲和的影响，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收红，各类亚股拜三起价，日股起超过1500点，韩股起伏超过3%，台股的趋势嘛是一直起，早盘起超过1000点，上悬达到33705点。FED 这个降息的预期变成升息，这个科技股受到这样的影响是最大，所以当油价呢重挫的时候。 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力道就最强。专家分析，台股会当跳空反弹，主要是电子股带头。那台积电早盘起65块，来到1875块；台达电起价气势嘛真好，起到1555块，起进磅创下新高。鸿海要起登去200，联发科嘛要起超过1%。不过因为中东战事转和，国际油价落落来，油气类股嘛对咧落。对于近期台股受到美伊战事影响，外界关心国安基金当时会入场。如果有符合国安基金管理条例第8条的一个条件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召开临时会议来决定是否要来做相关的一个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财政部长曾翠芬表示，会密切关注中东战事的变化。另外，当冲降税伫216年底到期，会伫明年后半年参金管会讨论敢要延长实施。拜三台湾金融市场股汇拢起，新台币对美金是31.98块。 早盘阁捌到31.897，起1.31角。台经院认为，若准中东战事也未结束，恐惊会继续影响美金甲新台币的走势。最近的汇率上涨，一方面是避险，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跟原物料的联动性。那其他的货币大家都是往下掉的。那如果中东战争不结束，我想这个美元强势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台经院院长张建英表示，因为国际油价起引起通膨的几率，万不出现通膨，恐惊会互股市大倒，影响全球经济成长率。短期内，各国可能要面临物价起的通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 民众坐高铁时阵，常常拢会感觉讲，这手机的网络信号无介稳定。高铁呢，含这3大电信业者合作，要投入20亿来改善信号。
坐高铁南来北去，无论是去听演唱会，还是回乡，高铁已经是台湾西半部真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嘛是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不过，在通过崩坑还是高速刷动的过程，民众定有网络通讯无稳的情形。自古台湾高铁和中华电信，也有台湾大哥大和远环电信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四大企业打算投入大约20亿来改善通讯品质。1.5公里的测试告诉我们说，它测试之前它是2格。它测试的时候变5格，好，那我想这是未来高铁在人民生活当中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貌。我们在高铁上就是可以商务，我们可以视讯会议等等。这项高铁2.0通讯清洁计划，打算把高铁沿线用超过10年的基础频率中继器，全部换做新型基地台光纤射频放大器，增加数量到2200组以上。打算今年底进前先改善台北南港到邦桥的通讯品质，然后2027年底完成全线 4G 和5G 的行动通讯品质改善工程，提升网络连线和普及。第一阶段的测试4G、5G 的这个品质这个download提升的品质比原来大概是1.5到2倍，那上载4G 可以提供到3倍，5G 还提供到5倍，是一个高铁2.0计划里面相当重要的一环我们在明年就让所有的民众看得到，而这个感受最重要的，除了刚刚石董事长说的这个追剧可以很便利，你不用提早先下载再上车。明年高铁营运就要满20年，那高铁通讯会更加利便。高铁表示，卖有新世代列车 N700ST 12组，打算尖峰时段载运的容量通提升25%。专车对车厢通讯品质嘛全面改善。交通部嘛期待新的设备，通互民众有更加舒适的体验。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对今年9月开始，芬兰国际学校要正式伫高雄的前金国小开课啊！前金国小的校长表示讲，这芬兰的教育和咱台湾是无啥共款的，强调自主学习也个下领域的课程，会当帮助咱的囡仔拍开国际观，也会当活化这校舍的使用。下开整写一单，囡仔随走出来运动行算。对今年9月开始，高雄前金国小这栋自强楼的1、2楼，将会成为芬兰国际学校的教室。去年就传出芬兰有意思要伫台湾设国际学校，对原地方城的桃园，落尾确定要设伫高雄。前几天，芬兰国会也专工带团来学校参观。前金国小校长讲，可能是因为学校就伫爱河边，囡仔会当亲近大自然，而且校园的硬体设备甲环境拢有下因的需求。因为他们也喜欢户外运动喜欢活动。那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里面就有游泳池、有健身房、有羽球馆篮球。对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向国际化的那个方向走，因为现在好像英文这一块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也对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有机会拓展囡仔国际观，佫会当利用少子化数量出来教室，家长欢喜，校长嘛认同。教育局表示，即阵有愈来愈侪半导体产业来高雄设厂，国际专业人才进驻，都增加囡仔就学教育需求。因为芬兰的教育体制甲台湾的无相像，目前规划1年到7年会伫咧前金国小上课，一个年级一班25个学生，后续的8年到12年会伫高雄大学。那芬兰的教育它是强调自主的学习跟跨领域的一个学习跟能力，那这个跟我们台湾在推动的素养导向的一个课程其实是相互呼应的。芬兰国际学校收的囡仔无限定爱芬兰的人，只要有外国护照，而且通过面试就会当入学。前金国小校长表示，因为学制上的差别，两间学校上下课的时间无同齐，另外关于资源共享的分配，这个问题拢需要搁敲切。不只个，若对长远的发展来看，对咱的囡仔帮助也是较大。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中基大学防指控讲，2021年开始呢，这专任教师一礼拜上课基本上课时数就要加4点钟，固定的津贴也互抬掉。工会去年有向台北市劳动局提出着劳资争议仲裁，这判定最近是出来咯。津贴若准备抬，就要经过教师的同意，也就要恢复本地上课时数。工会强调讲，大学自治无代表讲会当甲教师的权益改来改去。伫中基大学读写中心假册33年，林辉宏讲，创办人王永庆有教育的热情，教师有经常性津贴。不过2021年校长唐明德上任了后，管理团队以改革之名，将过去累旧教师的措施变作一连串的剥削。
学型教师的基本授课时数提高50%，大幅删减原有的经常性奖金和津贴。甲下乡教师的逐礼拜基本授课时间增加4点钟，不甲教师沟通3度固定津贴，工作奖金的分配偏向管理行政职，系数招生把工作奖金拨达到有期，全体老师连做处罚拍9折。地会方讲，真侪老师不满发起陈情连续抗议，拢无结果。所以，家己高教工会因为调解无成，去年向北市劳动局提出劳资争议仲裁，判定伫3月公布，要求学校把教学前的教师，应该说把所有的教师的时数都改回8、9、9、10，也就是原本的标准。学校爱恢复原本授课的时间规定。3度招生成效无好，甲奖金9折规定，固定津贴的不利变更，爱得到教师的同意，保障固定薪水。工会强调，这是教师违法的抗战，唔通替大学子弟做借口。大学自治并不代表大学可以无视教师的劳动权益，随便更改。中基大学声明，以大学子弟定授课时间，提供好的工作奖金。另外，仲裁判断个案，教师基本授课时间已经经过行政会议决议，会以仲裁结果，搁提交教务会议确认。其他相关仲裁结果，接到仲裁判断书了后，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不少高中开放学生中昼会当出去食饭，也若新竹高中最近是有学生呼吁讲学校就要放任这项规定。不过学校是认为讲为着学生安全甲校园管理，因会搁再评估，也会找学生和家长代表做伙来开会讨论。学校外口有卖面的自助餐购点心档，逐项看起来拢真好食。不过新竹高中的学生爱等到下晡4点下课才食会到。高中到底敢会当开放学生去外口食中昼顿？最近伫新竹高中引起讨论，同意甲反对人拢有，家长冇未少意见。可能选择多一点吧，我自己没差。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没必要。出来吃饭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附近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吃，所以要跑很远。这样子出来，以防万一，如果危险怎么办？危险怎么办？对啊，这是家长要负责呢，还是学校要负责？学校指出，目前学校内底有餐厅提供多项的菜色，阁有超商。另外，把开放学生订外送，基本上学生的选择已经真多元。不过，也是会收集学生家长的意见进行讨论。学校里面是有餐厅，那学生也可以在餐厅里面订制便当。那学校也有 OK 超商，那就是学生也可以外订。当然，安全上的顾虑是一定会有。但是，就像学生目前他们的一些意见，那我想我们还是会先凝聚共识，再做最后的决定。学校也坦白讲，中昼食饭时间干了1点钟，伫这么短的时间开放学生出来外口食饭，就有可能因为排队等伤久，恐怕影响下晡的课程，所以需要真完整的评估，再决定后一步要安怎做。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南投县政府宣布讲，对4月初开始要补助全县65岁以上的时段，也有55岁以上原住民的健保费。一个人呢，一个月上侪补助826块，为摆渡好野人。南投县政府体贴长辈，让您省下负担。南投县政府宣布，自4月份开始，无摆渡好野人。补助全县65岁以上的时代人健保费。今年的4月1号开始，我们县府会帮他们缴第6类的一般人员的每月826块的健保费，那1年9912块，将近1万元。我相信对南投县的乡亲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副县长指出，南投县人口大概是46万7千人。65岁以上的老人有10万7千人，正前健保费补助拢是补助较弱势的人。不过因为南投县政府去年底达成无负债目标，今年财源较稳定，所以推出老人福利，减轻县内时代人的健保费负担。而且和其他县市的补助无同款的是，免申请，而且无排除好野人入户口来当随补助，民众知影拢真欢喜。听讲无排付条款哦。系啊，挡会掉啦，挡会掉，当然也是对百姓足好的代志啊。老人拢无趁钱啊，对无？
啊，所以这是互老人一种福利。因为即马即种健保费加码，拢是各县市政府家己加码，啊有的排付跟有的不排付吼，所以大家的步调不太一致吼，啊这嘛真麻烦。学者认为，现主是各县市健保补助无共调，希望中央会当有统一的规范。官府强调，补助健保费是落实个人友善城市的第一步。若当地民众是表示，老人人口才会加袂减，有偿负担才会愈来愈重。希望县政府嘛爱评估财政，福利政策会当延续落去。记者杨修南投报道。网络顶头有人传讲呢，有人伫咧台南的这个渔光岛的海沙堡带15000块的现金，真正有民众冲去挖，在第二场也笑讲呢，真欢迎大家来遮挖，顺续变本色。海沙堡的小厝内底，民众手提会当背拖的家私，一直敲一直挖，这毋是咧挖蛤蟆，是咧找传说中若是涉水的1000块。主要是网络顶即阵讨论甲真假的文章，有网友铺文讲，伫台南的渔光岛放现金15000块，只要对咧画面中的车辆标记的所在，往厝内底行的提示，就有机会挖到宝，引起讨论。刚好近啊，不然他都在中部北部啊。对啊，所以这个人进行就发过啊，对啊。有。真的有人挖到就对了。对，运气啊！如果挖到就赚到啊，如果没有挖到就当做运动了。这个消息传出来，有人随冲去现场要来试手气，现场已经互人挖出一坑一坑。不过也是真侪民众认为，这款消息恐惊是骗人的较济。台南市本地就国城，日本地有名啊，无需要做到安尼啦。啊，照讲了，日本时代讲才有代金嘛，啥货啦？哟，迄日本时代代志啊，哪有可能讲摕钱来代遮咧？唔超过济哦。这都要搞到含曝光。那当地里长认为，乃当带动这个观光真欢迎，不过希望大家来遮找宝，嘛爱下季节爱护环境。促进观光来遮学啦，都看会当赶那本所亲近，安尼是上好的啦。其实，咱安平城各地游客来遮佚佗的魅力，早就通人知。不论是渔光岛，也是关系平台，若人的人潮暗算会更较济。春季会比较淡，可是今年是提前来到比较旺，所以就是大家进来就是一窝蜂就是想要吃冰。那这都市寻宝到底敢有影，也是公生笑咧，拢已经伫网络顶引起话题。记者查考证前无联络到发文者，就等看敢有幸运者挖到宝，也是突破网络的谣言。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南铁轨路做地下化工程，这台南车头第二轨台南段经过争取了后，文化部决定要加入入去国定古迹的范围。这座有100年历史的车头有啥物珍贵所在？咱做回来看卖。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继续进行，新起的地下车站结构已经完成。原地规划即卖车站第一月台属于国定古迹，原地保留。不过第二月台部分面对拆除的危机，引发无化解的关注甲烦恼。经过文化部审议决议，车站的第二月台南北段大部分也列入去国定古迹的范围。特别注意它还是怎么样吗？其实不会，毕竟你现在要看真的保存下来的火车站，要么就是很偏乡、很偏远。你要在这么市区看到这么保留这么好的，比较难。可是这个如果能够保存下来的话，它至少有新面貌。可是我们有个新的，算新回忆嘛，都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成长的记忆都在这个地方。第二月台是车站当中唯一的岛式月台，伫建筑工法是采取早期钢筋控骨力的结构，后边是使用台湾罕见的40磅级的钢轨所带的，呈现苏当时真厉害的凹钢轨的技术。甲资源再利用的智慧，对保存甲研究有真大意义。展现了当时车站对于人流管理与交通安全的前瞻思维。那月台采用钢筋混凝土，那雨棚使用40磅的钢轨，那部分构件是采用第一月台车站的历史遗构，具有高度的保存跟研究价值。除了历史甲技术的记载，第二月台也包含市民真深的感情，佮有丰富的记忆。因为安尼，台南市府表示，未来会结合铁路地下化甲四边空间的规划，继续推动修复甲再利用，兼顾交通的发展，保存100年车站的面貌，让这段铁轨路的记忆，将做世代之间做伙分享的城市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按上要伫规个县内设150个公共自行车站，提供1500台脚踏车。按算今年年底呢，这北区60个站先来启用，提供600台车。花莲县复乡做大水了后，县府甲民间公共自行车的公司，去年11月底投入150台 U-Bike 建置11个站点。经过4个月观察，民众拢感觉袂歹。
所以管府按说要伫全馆拢设置。预计今年在北区的部分特别是花莲市还有吉安乡、还有新城跟秀林乡我们大概预计要建置60个站点，是600台的公共自行车。那明年呢会在花莲的中区跟南区我们也会一并建置完成。管府讲，这个公共自行车的建置计划，中央补助4050万的经费，家己准备的配合款是3788万，会伫全县13个乡镇市建置150个站点，计共有1500台自行车甲电扶车，在地甲外地旅客拢真期待，租铁马的业者嘛乐见其成。我已经等了几10年了，因为有时候去台北，我们都在骑，我们就觉得说，哇，天龙国好方便，为什么花莲没有？花莲大家都知道，其实如果以公车的那个方式去做旅游的话，其实时间上会比较冗长。那如果有 U-Bike， 你就可以到各个景点。议员建议，管府伫建置系统的时阵，应该要同步改善交通环境，避免影响民众用路的安全。整体的车道的动线空间要不要重新分配，以及自行车的设站的站点，以及停车的空间，那会不会影响人行用路的安全？那我想都必须要同步的来规划。管府强调讲，目前站点大部分规划在伫风景区，观光处会阁甲管府建设处讨论安怎提升骑车的安全。未来评估若是对长期营运有帮助，嘛会参考各县市的经验，研究自治条例。记者综合报道。故宫北院推出新秀再现特典，要带大人囡仔来探索这故宫内面的新样古物。另外，搁再向这台湾历史博物馆北港朝天宫借一尊虎爷和妈祖的灵柩来到这，要来证明讲新秀的文化伫民间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新四海龙王平常时会放伫咧北港朝天宫的妈祖灵柩顶面，祈求渔民伫咧海上风调雨顺。这是1912年的古物，现在北港朝天宫改借予故宫做展览。有2尊是在天上的，有云彩的，两尊是在海底的，这样雕刻都很精细，很微妙。阁有这2只虎爷造型古锥，因为囡仔交得到猪头皮，民间流传虎爷有治猪头皮的生日，也是保庇囡仔乖乖交大汉的神，所以虎爷嘛食做儿童的守护神。这也是大师傅借予故宫做展出的。2只一只公的，一只母的，足水的，足少个的。这是故宫博物馆目前推出的新秀再现的特典，除了有收集故宫的点钟以外，阁有大师傅和朝天宫的古物，隆重展出133件文物。开讲咧选咧展览什么的时阵，应介绍的，讲这祖妈的神轿那是第一代祖妈的神轿，真罕的出去。很丰富，我们看不完呢。你看，我们看了3个小时，我们还没看完。俗语讲，街头三笑有神明。故宫表示，自古以来，台湾人敬天地，所以信仰当中也有新秀的形象。这届甲新秀有关系文物放伫咧故宫展览，也希望让大家看到民间信仰新秀工艺对台湾描述的特殊意义。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今年咱的国片呢，这头一季票房已经创新高咯，有9.71亿，甚至超过2015年规年的成绩。为了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而且今年呢是这台语片70周年，国家影视厅中心推出特典，要带民众来看这导演何基明安怎开创台语片的时代。这台语片的发展史，也有台湾的电影产业。1969年的电影《张地找阿珠》是25岁杨丽华甲张地拍的台语喜剧片，伫咧当年造成轰动。其实台语片的类型多元，嘛有以动为故事改编 cosplay 各种动物的大剑为回录。台语片今年70周年，国家影视厅中心嘛特别规划报道第3世界的台语片特典。台湾第一支台语片是1956年导演何基明甲卖寮歌戏剧团姜乐社合作的《四边柜》甲王宝钏。这部电影是陈丁山的投资，请姜乐社卖寮的姜乐社来主演。会当讲是甲迄个时阵，就想要看咱台湾人家己拍台语片的这种人民的心情甲展现出来，所以讲票房最好的，真做一个现象，所以规个台语片的时代全兴起来。
第一期台语片的成功，鼓励导演何基明创立头一个民营的华型电影节片场。公映中心表示，才栽培真侪电影专业演员和技术人员等等，嘛替台湾电影发展打基础。伫这回的特点，中心嘛甲这几年典藏的文本用copy的形式呈现。研究计划里面就有挖出很多纸本的文物，像剧本、海报等等哈。那民众来到这边的话，除了看展墙上面的资讯之外，也可以实际的去翻阅这些复刻的剧本，了解当时的剧本是怎么被撰写的。国家影视厅中心表示，为着要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电影的发展，这几年有出版以台湾电影产业题材的红盒册，民众嘛通伫中心照片来看。伫礼拜六也阁有台语片场地找阿祖的世界首映，前后礼拜也有纪录片《降落社消失的王国》等等的放送。记者卢尚如、郑准佑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第二是裁定 Meta 公司的社群平台，包含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等等呢，拢无法度保护儿童脱离性剥削和有害内容的侵害，已经违反到新墨西哥州的法律，会罚款这罚金呢，大约是美金3.75亿，换做代票是120亿。然后这则案件呢，也互看做呢是这美国头一站针对着社群伤害儿少的指标性判决，所以来 Google 的 YouTube 和 TikTok， 才有可能就要面对着官司的纠缠。经过3年的诉讼，美国新墨西哥州陪审团第二是做出重大裁决，认定全球上大的社群网络公司 Meta 旗下的社群平台，包括 Facebook、IG 和 WhatsApp 等等，无法度有效保护囡仔莫受到性剥削和网络招揽、贩卖人口等等有害内容的侵害，已经违反新墨西哥州的无公平贸易行为法的部分条款，拢总有几千项的违规行为，各项违规上悬罚5000美金，拢总加起来是3.75亿美金，差不多代票有120亿这么多。It's hard to put a number on people that potentially harmed or kids that were harmed in all of this. So 5 was kind of like, if that's the top tier that we're allowed, then I think each kid is definitely entitled to that maximum amount. 新墨西哥州的检察总长托雷斯在2003年的诉讼书内面讲，Meta 明明知影透过演算法向用户来推播广告和相关内容，会造成青少年大安的调调，而且互真侪性强夺者直接犯罪。但是 Meta 的高层早就知影这个平台内面有藏危害囡仔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所以宣布去插内部员工的真侪摆警告，甲公司的利润放伫安全的顶悬，持续甲公众讲白贼，误导用户安全资讯，而且暗藏实情。为着要调查这个案件，新墨西哥州的检察官是透过本地建立一个13岁少女的假小号，结果发现这个小号随着有大量的儿童性虐待的相片和性信息传入来，认定指控是真的。但Meta对判决是表示遗憾，而且会阁上诉。I don't believe they're doing these things to intentionally harm children and like they want that to happen. But it was the point of that they still know that it's happening, and yeah, they're doing things to fix it a bit. But I really do think they could be doing more, and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对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案件会互大众看作是美国第一波针对社群伤害儿少的指标性判决，将有可能会引发刷落来针对 Google 的 YouTube、TikTok 和 Snap 亲像这种的诉讼条。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苗金马祖对14度到25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